而家停一停，唔使做嘢，淨係聽下周圍，唔好揀聽邊樣，全部一齊聽，聽3秒。第1秒，你聽到嘅係乜？係聲，就係聲，一堆聲。第2秒，你已經知道係乜嚟，嗰把係冷氣機，嗰把係樓下裝修，嗰把係車。你冇覺得中間隔咗啲乜？你覺得你一嚟就聽到係冷氣機，但係唔係。第1秒同第2秒之間發生咗一件事，你換咗個部門做嘢。第1秒做嘢嗰個係你對耳，第2秒做嘢嗰個唔係。你對耳唔識講冷氣機，冷氣機呢3個字係另一個部門加上去嘅，而你一世人幾乎淨係聽到嗰個部門講嘢。今日呢一堂就係認一認呢2個部門，認到咗，你會發現一件唔多舒服嘅事。你以為嘅我喺度諗嘢，好多時只係其中一個部門喺度自己同自己講嘢。睇返張地圖，導論2堂亮晒，今日開始入第2區。第2區叫8個色，4堂。今日係第1堂。上一堂我哋去咗最底個倉，第8個。今日反過嚟，由最面嗰層開始。點解？因為最面嗰層係你唯一捉得到嘅一層，另外7層你要靠推。今日只係講6個，第7同第8下邊2堂先講，唔好急。呢個次序係有心嘅，你唔認得第6個部門，你永遠分唔清第7個，因為第7個躲喺第6個把聲後面。先講返個底，8個色唔係8件嘢，係8件一路做緊嘅嘢，好似行路咁。你搵唔到一嚿嘢叫做行路，但係有人行緊嗰陣，你認得出。8個色就係咁，8個一路做緊嘅動作。今日拆頭6個。今日呢段原文出自《八識規矩頌》，一路以嚟都話係玄奘寫嘅。上一堂我哋講過佢行足108000里嗰個，佢帶咗一大堆書返嚟，然後譯咗19年。呢首頌就係佢譯完之後幫人記嘢用嘅筆記，一共12首，分4組，一組講一組識，所以聽落會好濃。因為佢唔係寫畀初學嘅人睇，佢係寫畀已經讀完幾百卷書嗰啲人用嚟埋單嘅。所以我而家講定，你一句都聽唔明係正常。我今日都唔會逐個字拆，我淨係拆入邊2個位。性境賢良通三性，眼耳身三義地居，遍行別境善11，中二大八貪嗔癡。跟住係第6識個組，頭2句，三性三量通三境，三界輪時亦可知。好，8句入邊，今日只係捉2個位。第1個係第1句嘅賢良，第2個係第6識嗰句嘅三量。其他嘅好似遍行別境善11係另一張清單，嗰張清單有100樣嘢，第4單元先開。今日一張清單都唔開，今日只認2個部門。先講前5個，眼耳鼻舌身，5個，每個守住一種嘢。
你隻眼收光，你對耳收聲，你個鼻收氣味，你個口收味道，你個身收凍熱同埋接觸。5個部門各守各嘅門口，你隻眼睇唔到聲，你對耳聽唔到光。呢5個部門呢，有一個共同點，而家講嘅呢句係今日最緊要嗰句。佢哋5個只做而家，做唔到過去，做唔到將來。你對耳聽唔到尋日嗰把聲，你隻眼睇唔到聽日。你話你見到，你其實喺度諗返。所以頌入邊第一句就寫咗現量，呢2個字拆開嚟講，頭嗰個係而家，後面嗰個係量度，即係話就住而家呢一下，量度到乜就係乜，唔加解釋，唔加名，唔加意見。舉個例，你隻眼望出街，你覺得你見到一部車，但係你隻眼交上嚟嗰份嘢入邊冇車呢個字，入面呢得一片顏色，一個形喺度喐，車係後邊加上去嘅，加得好快，快到你以為係一齊嚟，但係唔係一齊。所以現量講嘅就係未加解釋嗰一下，短到你捉唔到，但係佢一定行先。啱啱出世嘅細路，一日到黑都喺呢一下入邊，佢見到你，但係佢唔知你叫乜。你而家做唔返，因為你嗰個第6部門由你識講嘢嗰日開始就冇停過。第一條題，你聽到係冷氣機嗰下，冷氣機呢3個字係邊個部門交上嚟？A 耳識，聽到就係聽到。B 第6識，你對耳只係交咗把聲上去。3、2、1。B 你對耳唔識字，佢交上去嘅由頭到尾都只係一堆震動。換個講法，前5識交上嚟嘅係一件未有名嘅嘢，第6識做嘅嘢係喺上面貼一張紙，張紙上面寫住個名，有時唔止貼1張，佢會包一層，再包一層。呢個係冷氣機，呢部車揸得好差。佢頭先句嘢係咪話緊我？每一句都係一層，包到最後，你手上面攞住嗰嚿嘢，你已經睇唔返入邊本來係乜。問題唔係佢包嘢係佢份工，問題係你當咗嗰層包裝就係嗰嚿嘢。停一停，諗返你今日嬲過嗰一下，你嬲嘅係件事本身，定係你自己包上去嗰一層？諗到就得，唔使答我。呢個分別，第2季由頭到尾都用得着。講第6個，佢叫第6意識，亦都係你平時唯一察覺到嗰個。你而家聽緊我講，知道自己聽緊嗰個就係佢。佢有一樣嘢，另外5個做唔到，佢離得開現場。你隻眼一定要有光先做到嘢，你對耳一定要有聲，但係第6識乜都唔使。你可以閉埋眼坐喺度，行返去你細個間屋，你行得到入廚房，你聞到嗰陣味。呢一下你隻眼冇做過嘢，你個鼻都冇，係佢一個人做晒，所以佢做到5個五官做唔到嘅嘢：回憶、計劃、幻想、比較、後悔。
呢五樣全部唔喺現場，全部係佢一個人開嘅會。所以仲入邊講第六式嗰句寫住三量，意思係三種量度方法，佢全部做到。前五式只係做一種現量，第六式除咗現量，仲做多一種叫比量。比量即係推，見到煙推到有火，你冇見過嗰堆火，但係你知呢個本事好勁。人類所有嘅計劃，所有科學，你諗緊點供層樓，全部靠佢。但係同一個本事，掉轉頭就會整死你，因為佢推到有火，都推到聽日實死。而佢推嗰陣唔會標明邊句係推出嚟嘅，佢交上嚟嘅嘢同你隻眼交上嚟嗰啲睇落一模一樣，你分唔開，所以你會信到十足。佢一定係唔鍾意我呢個嘢喺你度嘅重量，同而家落緊雨嘅重量一樣。但係一句係量度返嚟嘅，另一句係推出嚟嘅。第二條題，佢一定係唔鍾意我呢句係邊一種 ？A 現量，你真係感覺到 ；B 比量，你由幾件事推咗出嚟。三、二、一 B， 你嗰下感覺係真嘅，但係感覺真唔代表佢係量度返嚟，佢係砌返出嚟。呢個就係點解頌入邊要寫三量，因為第六式可以啱，亦都可以錯，反而前五個永遠唔會錯，唔係因為佢哋叻，係因為佢哋乜都冇講過。接返第一季004堂18屆嗰堂講你所有經驗由六道門入嚟。而最尾嗰條柱就係今日講嘅六個，唯識冇發明佢哋，唯識係接住佢哋，分別係邊。18屆答嘅係啲嘢由邊度入嚟，唯識問多一句，入咗嚟之後邊個處理，處理成點？所以你可以咁睇，18屆最尾嗰條柱企起身。就係第二季起身之後，你會見到下面仲有兩格，嗰兩格第一季冇講過，講個好實在嘅用法。夜晚3點，你瞓唔着，你個腦停唔到，聽日份嘢實死。佢頭先個表情係咩意思？我係咪做唔長？呢個時候。唔好同自己講，唔好諗，冇用㗎。叫佢唔好諗，都係佢自己講嘢。試另一樣嘢，做一次分部門，一個一個問。你隻眼而家報乜？黑嘅，得一條窗邊嘅光。你對耳報乜？冷氣機，樓下有架車，圓嘅。你個身報乜？張被喺你身上，唔凍唔痛。5個部門交完，你發現一件事話，一切正常。5份報告冇一份提過實死。咁聽日實死係邊個講？得一個，第6個。而佢講嗰件事唔喺現場。聽日唔係呢間房，佢係推出嚟嘅。呢一下你唔使叫佢收聲，你只要認得出係佢。好奇怪，你一認得出係邊個講，把聲就細咗。唔係因為佢講錯，係因為你一路以嚟都當咗佢係我。而家你知道
佢係一個部門，唔係全部你，係其中一個。第三條題，3點瞓唔着嗰陣，聽日實死呢句係邊個報上嚟？A. 你個身真係感覺到。B. 第六式推出嚟，五官冇一個報過。3、2、1。B. 你個心跳快係真嘅，你兩隻手心濕晒都係真嘅，但係實死兩個字係加上去嘅。身體反應係燃量，實死係比量，兩樣嘢一齊嚟，所以你分唔開。再聽一次，慢啲。性境現量通三性，眼耳身三異地居，遍行別境善11，中二大八貪嗔癡，三性三量通三境，三界輪時亦可知。你今日仲係唔會逐個字明，但係入邊兩個位你聽得出。溫習今日3件事：第一，你以為嘅見到聽到入邊有2層；第二，前5式只係做現量，而家未加解釋；第6式做埋比量，即係推，所以佢又勁又靠唔住。第三，你一世人聽到嗰把我嘅聲，大部分係第6式，唔係全部你。將地圖第2區4堂今日亮咗1格。今日我留低咗1個窿，我話咗第6式係你察覺到嗰個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？你明明知道唔應該介意，點解你仲係介意？講道理，嗰個係第6式，咁介意嗰個係邊個？下一堂第7個，佢唔諗嘢，佢淨係做一件事，攬住24個鐘，瞓着都做。我係佛學 Viva 第2季唯識論心嘅零件清單，訂閱開埋提示，一堂接一堂。留言題，你今日有邊一下係你發現自己攞住嘅，其實係嗰層包裝，唔係嗰嚿嘢，寫低佢。下一堂見。